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我毋是来坐车游览啦，这好优秀的所在吼，咱这要来一班这个天桥，这个天桥哦，内面一个大秘诀的，这明治科技大学内面，哇，今日甲我赛车的是罗教授，杨教授呢嘛是在座，你甲我创啥呢？今日要甲咱小解这班天桥是啥物秘诀？会当来拄灵，而且顶头呢采收的太阳能，还佫有佫较奇卡的固态电池，咱斗阵来看卖。他突然也做就做的哦，就是杨老师杨教授啦。教授你好，你好，老早。教授啊，这整个安尼起起来，头开偌济啊？头1,000万。哇，这个好啊！这个从这个发电啦吼，太阳能板甲这个电收起来，储能过了有电了，咱就会使使用，就是伊个充电桩，这电动车Tesla，所以这就是讲从这个收电。甲咱应用一个甲老百姓讲，这个现在咱有法度从太阳能发电、甲储能、甲电动车的使用。所以啊，常常人讲我收起来了，我无地放，无地用。因为当然是有时有准。对，太阳能有时啊，咱今日太阳遮热嘛但是你也有时啊阴天还是落雨，有法度在先储能过来时，咱有一个类似这个水库的。老师，这几班桥这是你做的吗？不是，我请电机系的迄个罗老师。这个是做电机的因为这罗老师，我请罗老师解释。罗老师，你甲我会当来试看卖充电的。会使。要安怎用？我这增加怂。老师，这要安怎充电啊？这敢若加油咧哦。这都咱加油的因为咱这组是快充，所以伊的枪头较大，咱爱往上抬，然后再往下拉，就可以。安尼就使。蛮好加载，我有做过加油站的小弟呢。刷来咧。刷来过来这个所在，因为有的车是伫右边，有的是伫左边，特斯拉是伫驾驶座这边，这个位你小可搭摸一下，伊就摸一下，就开啊。哎呦，这高级物件我做唔敢用。来再个打这个枪头对准这个咱这个充电头，安尼就会使。哎呦，掉起来，掉起来就代表一定连接连接正常啊。接下来就是看咱是要用刷卡，还是用来配来启动充电，过来咱就会当做付款的动作。所以这摆已经在启用啊。就是用那个云端啦，咱那个智慧管理，对，甲这个电动车来合作的。老师这摆这是免钱的还是爱钱？现在在测试阶段是免钱的，但是过来一定启用，准备启用以后。我头有看到是这悠游卡的这信号。对，这以后来用。甲停车同款。现在是用阮的员工的证件来扫，伊就当启动充电。所以这以后的意味讲，整个台湾有可能会当来推广。是。而且从这个叫做示范示范就是讲做一个甲这个为取电甲这储能这整个一体实力，老百姓知影讲这边哪用。嘛会当算讲这会好啊袂好？对。我一开始我就问老师讲，老师这设计起来安尼千外万，安这会好啊袂好啊？所有的代志拢爱为万丈高楼平地起。你细安尼开始做的时候，伊是一个示范的场域，是要验证讲咱的技术力安尼会当做。有成色啊！对。再过来改，再来扩大的时阵就会好啊。所以咱即马就在讲咱的虚拟电厂电够不够用这件代志，咱若是有法度伫各个大学拢做微型的电网，太阳能、储能、充电桩的时阵，分线，咱会当去控制遐分线的电力的时阵，咱就唔免搁起啥物电厂。咱就免搁起电厂，为迄个发电厂有电，你就只家己就法度有水库嘛，有水库就使水龙头一开就电落来。对，因为这个案子唔是讲敢
学校家己出资来做，而且这个案子是新北市政府出钱，政府补助，啊，阮学校嘛搁出钱，啊，把这个起起来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示范的场域，所以上网拢会当找到这个示范场域，讲太阳能加充电桩加储能系统，还有能源管理系统，4合一的系统，啊，这观众朋友小爱了解者，顶头有一个太阳能板，吼。啊，伊收太阳的能量了，转做电。啊，咱住一下。储能柜，遐储能柜。储能柜。哦。电池是敢若水库啊，伊个发能发电就有水就放在水库。这是水道头。啊，这样是水道头开，拍电动车，啊，伊落补水补电啦。你甲看电就是水共款。所以就是一个，你平常买上发电，无你用嘛，伊会存起来，袂浪费。啊，你也无这个充电桩，无这个储能柜就无法动。这做天桥，这一板桥安尼真理想。对啊，因为也无啥，本来就是爱炸在这样。哦，所以这会当来，大家开始来发想讲，这所在我会当来用，也袂当来用的哦。是。罗老师，这个起的时阵哦，上困难的是啥物啊？上困难的是，因为这个天桥是全国首创，所以迄个时阵，阮克服足侪法规面的问题。哈？因为这阮这是合法盖，其实足侪太阳能是不合法，啊因起的就是讲家己用就好。但是阮这因为是摕政府的补助案，所以迄个时阵在请的时阵，无人伫天桥头顶盖太阳能，尤其是阮这个天桥是原本是头顶是无遮阳的，所以阮是直接申请太阳能，啊家己起迄个结构，啊去申请，所以迄个时阵。伫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啊、经发局，就是足侪单位拢来协助来协调讲因为唔捌拄过，所以大家就是爱开会讨论讲安尼到底是会使啊，袂使？啊是伊碍着啥物代志？碍着使用执照、建筑法规啊，太阳能。以前无人安尼以前无人，这是全国。因为牵涉到迄个安全啊，一寡法规咯，啊，就无啊，法律内底无这条。我真正世界万行大，咱都唔知影讲，我要去，我所以这个要感谢罗老师有克服这困难啦，把这整个系统示范站该建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如果这个成功，后面就简单了嘛，因为这个有利可循嘛。这个意义就唔那是讲干那起这样。对。啊，个这法令上的。对。这袂使家己乱起的，对。伊要起这，咱爱顾着安全，安全就抗风系数，比如讲你要抗17级风，像这阮旧年起的时阵，一起好就拄着3个台风来，全部拢好，就是表示一开始的时阵结构拢有设计好，对，有验证过啊。因为你也知影，咱最近有台风来嘛，你看你喺海边咧，拢拍啊，拢迄款的，这个顶头嘛就要考虑安全。无你啊，台风天边啊行过，伊就飞出来，哇，安尼去拍落人。所以建筑的法令。对。啊，佫会漏电。漏电一开始就爱设计啊好，就袂当漏电。罗老师讲，这天桥无人做过，拢囥在屋顶嘛你捌看拢在屋顶海边啊，海边是因为拢无人咧在意，这是。在行的所在，所以这来特别较注意安全啊，有没有这个危险性啊？将来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它还能够承受这个风灾，然后风力各方面都是安全的。这个可以用，基本上是20年以上。20年，保用20年，保用20年，保固20年。阮的房啊，啥物就是保固用20年，迄个结构像阮这一般人拢用迄款。北梯啊，美女过镀金啊，我是用北梯啊，成本就加头较济咧咯，1.5倍、2倍安尼。嘛较加用，较用。阮这是做起来了，迄结构太阳能板直接就是铺伫头顶，下骹迄白色迄是后壁校长啊、总务长感觉安尼较好看，安尼铺较美化，佫较美化。是像讲有的是起伫比如讲电机馆楼顶迄。纯煞要互学生学啦，啥物咱就唔免装这，学生就当看伊内底走线啦、出行咧。佫加一道，佫你会当现场来教学。对，这主要还是像这要哪架构，咱要哪起这个太阳能板，要哪甲电池合到顶，要哪甲这个应用端要哪都应用，所以这做迄个工程。做工程的技术，所以这个。需要跨领域的，
我说，你甲看，安尼囡仔学生吼，本来爱压阳线安尼行吼。恁这本来这班桥就是通去到改变，迄边嘛吼。哇，这真正有够厉害的啦吼！感谢罗老师呢，感谢杨老师。喂，煞来吼，我来讲，明治大学内面哦，佫足侪专利关于着这个电池的哦，一个固态电池。安怎叫做固态电池？是安怎要来？我爱用这个液态的，哦。到底是什么因素？你有看过火烧车？而且哦，这个锂电池哦，这个火烧车真恐怖。所以咱这个固态电池就是讲哦，除了这个能量密度较高，会使用较久了，上重要的安全。哦，安全是比什么搁较重要。对，咱刷来继续来甲看落去。好。老师，咱这丽营中心吼，我头仔日去搜一个，哇，你几帮人呢？人偌济，咱这中心，你甲咱小解者。咱这中心有学生嘛吼，主体到40-50个吼。哦。咱硕博士生。阿哥阿多啊，有。咱因为咱足侪拢是外籍的东南亚来的学生吼，印度啦、伊索比亚、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哦，国际化呢？对，国际化。咱这是2012年开始成。对，12月18号，这中心已经弄好啊，开始了使用，头开到这个3万美金啦，吼，8000多万台币的建制，吼，所以这个应该是台湾唯一的，哦，聚焦在锂电池的研究。迄阵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就知影讲，这液态的阿文爱做固态的吗？这马后炮，这我讲到这个，我唔知。但是因为咱从这个研究过程里面就发现说，液态慢慢都爱甲固态，安全加这个能量密度的一些优势，所以这研究就一直往这个方面来，逐年之研的来行。所以这东西已经开到这个超至5000万以上，因为咱博士班拢学校支持啊。学杂费也免加，个住宿也免钱，个有薪水通领，所以阮的迄个发表啊、专利的迄个产出是有很好的成效。刚才老师他讲，伊歹势讲咱台湾300篇固态。迄个发表。我们咱中心就50篇。50篇，老师个人是40篇。对嘛，我一开场就讲啊。专利嘛是差不多啦，专利因为咱也是。比较聚焦了哈，所以阮专利起码关全固态大概快20个已经拿到，还有大概另外10个在申请中。好，安尼老师，你甲咱小解者，这看的是啥物？这边吼，咱的民众知影，这是锂电池做的迄个发动的电池。咱一般拢知影嘛，咱车拢是用铅酸嘛。铅酸有一个坏处，就是3-4年了后都要换，也是放电。铀是一个很关键，但是这锂电池这是磷酸锂铁做的，这日本的用的哈。其实我有做那个欧硅跟日硅的，这是12伏我们知道启动的是12伏36安时，这是它容量。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可以用10年到20年。你情况嘛，它3分之一的重量。我想讲，袂遮重啊。精气神要咁猛。哎呦！有轻啦哈，就轻的呢。所以这锂电池讲电池最重要。这发动电池发动电对才用。这早期阮是往这方向走，因为这启动电是有一个问题，用咧车有安全的问题，所以你要换铅酸换这个咱的锂电池的时阵，伊来重新测试要花很长时间。所以起码阮的新的方向配合国家的迄个政策。再生能源，储能，锂电池是很好，尤其是用磷酸锂铁，因为伊个电化学的安全系数较高，它不会烧，还会回收，个往下，对，回收也要做。这个我刚才等下后面我们访问时再谈，因为袂使污染在那里地球，所以磷酸锂铁也好，或是将来的全固态，因为等于是把那个电解液换掉，起码是液态，那这液态就很容易爆炸，换掉以后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伊这个全固态迄个锂电池安全系数较高的你按那个穿刺个切到了这粒的，这是示范用啦我内底有4粒，
或者去欧规嘛，哈，3020的这种啊，你看到货车启动，哎呦，大拉股买它赢哦，所以锂电池将来会很普及到各行各业哦，从无人机哦啊，将来的电动船哦啊，包括飞机哦，这个可能这个是革命性的。老师，工业革命啊，那是咱厝地内面有当放一粒啊，有当是对，你若讲像苏马路，像日本有迄个海啸，哈，啊，咱就无法度有电嘛，吼，啊，你有一个储能柜，啊，加上太阳能板，刚才看到这个可以取电，这有理想呢，10度电，啊，你会使用到3天，哦，所以你即使断电3天，你家庭用的电还是有，哦，所以这个也很，尤其日本哦，还欧洲，哦，这个外销的迄个储能柜哦，10度电的迄个哦，市售的迄个这产品哦。加热。老师，你卖我一粒，我处理我处理拢超工卖，你都会假的发电的，加块会块几卖分，充一粒啊。因为这已经咱台湾足侪厂商已经已经咧生产啦。台湾新智能，这个台达电拢足侪公司拢咧做。咱嘛外销，这将来比较重要的是咱南部的这个太阳能发电啊，还是风力发电离岸，都要有储能系统，储能系统就使该。串并嘛吼，就会使水库起较大间的，发的电就使储存在这个水库。老师，你甲咱讲电池按遮细粒，大家就讲遮细粒后头啥路用？他老师讲的一个重点，串联甲并联。你若串联电压就愈来愈高，愈悬。你会甲像电巴600伏无问题。你若要并的时阵，甲水库我就起较水粒的就好啊。我的迄个能量就越来越高。所以串并在这个电池的这个架构里面最重要，嘛无问题，因为咱有迄个 BMS 去控制迄个电池的迄个运作，免它冲，什么时候要放，免它上面速率，免它开迄个迄个水龙头啊，要开偌大，这就是控制，所以它个看下就地灵在控制。对 BMS 的控制，刚才呢这个包括免它保护，这电池来保护啦，伤热。这电池会老化，伤寒放袂出电，所以免它控制这电池的。风水。风水，你还袂使有湿气。老师安尼一讲迄若是迄闻到迄个钱的味这内面足侪商机的。对，因为机电啊这些都要是整合的，这是整合。虽然我们是做电池，我不能说我过寡后，因为这还有机电它这些设计包括这个电池有问题的时阵，AI 或者是管理系统。会通知预警，老师，你他讲的就是安全，你讲互咱听，咱到底是固态是安全如何？你看这本来有电嘛，电压也就对了3.1，你会使个弯，伊软的变，快变它变嘛，无要紧，软的软的所以你看还有电嘛，你看这个咱俩直接用钉子，甲穿子钉落去，你嘛是共款，这还佫是会使用。袂烧起来袂冒烟啦你看这上严格就是甲切落。切，佫我快。毋就敢若迄超人家庭内面迄个伊妈妈安尼强安尼，拢袂歹呢。就是讲这上去解决这安全问题，因为咱来讲这个电池的使用上惊的就是这个安全。这安全，咱就较放心嘛，对无？咱会使买电动车，你讲储能柜。第二就是讲这个能量密度因为这个全固态的电池能量密度一波嘛所以在更较侪迄个活性物质，所以迄个能量密度可以2倍的提升，加什么液态，所以等于好灵较好，安全较好，所以等于是什么？一秒动10粒，一粒石头会拍2只鸟啊乱。解决2个问题，就是安全跟能量密度。所以这个就是全世界，我刚才大概讲全世界包括大陆像美国、欧洲，这个全力在发展全固态一个电池，这个依赖度就会下降，因为那个毕竟还是不是再生。那因为什么电池这么重要？因为有咱的那个风力啊、水力啊、太阳能源源不断每天拢有太阳，每天拢有风。这就会使甲储喺这水库内底，因为水库，这就是电力不大量使用，那你就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又满足我们人类的这个
生活的迄个标准的迄个维持。所以我想，这个研究中心就是当初的迄个利益，就是希望往新的方向，就是转过来电池的迄个研究。所以你看开学5年，跟产业合作，技术的平台的建立，技术平台就是讲他老师讲的，机电的啦，合作啊 ，BMS 啊，这些要整合，BMS 控制啦，对，大家来合作，因为是跨领域，这个人才最重要，咱家己，尤其咱家己的中心，才有通商品化，像他老师就讲，迄粒电池要发动电池。你送去欧洲，来适合，来开500万，安全的测试拢来通过。这是就要开500万，干呢，过来测几落届，唔是干一届就使，所以电池算讲真重要的迄个产品，但是安全的问题，拢要经过测试。老师，这阿伯你听你讲起来这电池变做是咱新时代一种基础建设。对。所以等于有人讲是国王战略元件呐，因为你安全做袂好，包括将来的无人机、飞弹，搞不好都要电池啊，所以这些要电池，要热电池或是热电池。这收就是百行。无所不在，我咱讲电池是无所不在啊，从小的手机啊，甲你讲迄个3C 产品到智能柜，甲较大的几乎拢来。而且我他想着，你这软的嘛。对。你讲穿戴式嘛，也有可能。要穿会当穿够有型的。迄个大就好啊。就你去爬山，你搁会使发电。发电，个人会当来使用。对。因为你咧山顶，你敢有电？你无法度插电。对啊。插电啦，你有一个电源在身上，你就才用。所以这个包括戴帽子啊，雨伞啊，这个。都有些都有可能，因为你也是成本的问题有应用，这种有法度，因为原理是一样，其实讲起来原理真简单，但是内面美角足济。等一下，咱的一个示范你就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一个隔离膜个电解液组装起来就是电池。当然要有一个盖子来保护起来。两个正负极。我当然去过吗？等一下我们就会介绍从学生会做一个示范。从最基础互观众知影讲电池是安怎做，这简单的迄个原理。咱进来看卖，看来做电池哦。这个液态锂电池的迄个安全性无够，所以全固态这部分我都该管解决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全固态一个好处就是说，咱的迄个能量密度可以增加，增加的时候，咱起码电动车从高雄。从台北到高雄充一届，对，只要充一届个等咱若讲能量密度2倍，有法度提升，咱来回拢没问题。咱台湾若要做这个电池尤其锂电池这较重要，所以咱若做全固态，我们有机会弯道超车。老师，你头下讲就是要听这个电池，我看。电池的内底元件啦，咱做这个。部分咱来讲，安怎做一个迄个简单的电池？老师看谁啊？有学生啦，boss 班的蔡同学也做一个示范，播一播，甲放起来了，互观众知影讲电池是简单。虽然这是一个用不锈钢做，其实买来做 pouch cell， 买来放在罐子内底。从这一般的短路 pouch cell 正负极，照理就来大几的胶带避免碰在一起，像这因为导通嘛，就是它有。电就放出来，所以就危险。所以如果放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你放在这边就是导体就不行还好这也是，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市售的，这个大概5安时这个可能是200毫安时不管这个纽扣型，刚刚纽扣型等一下会看到纽扣型这个铝箔包的简单你要多大小就是放多少活物嘛面积 coating。这样就可以，也可以堆叠，所以盖先的。所以我起码就教迄个学生啦，老师的徒弟啊。学生啦，徒弟啊，要看我这徒弟啊，来，来，阿定你甲我教一下，这是什么物件？这就是咱一般电池内底有所有物件。一般亲像咱小电器伊内底就有这种
纽扣型的电池嘛。啊纽扣型的电池一般内底就是有咱讲的正极甲负极啦。所有的电池拢共款，内底就是有正极甲负极。正极负极呢，因为伊若是合作伙伊会断路，所以阮中爱用一个叫隔离膜的物件，甲伊分开起来。所以刚个甲某的中间还有一个隔离膜，隔离膜爱甲隔开，安尼才袂断路，断路就会烧起来，对。因为伊的这空间吼，其实就是爱配合咱的电器啊，所以伊是有一个厚度啊。有当时要有一个高度。对，所以伊有高度的情形，咱就是爱甲贴做伙，所以伊爱甲撑起来，就是要有一个簧片甲垫片。个是簧片，一个竹片安尼。竹片，对。这呢就是极片啦。咱一般咧做电极片的时阵，参像这，咱就是拿切做圆的。咱若切做圆的，咱就会使做这种较细粒的电池。咱若切做正的，咱就会使做较大粒的电池。譬如讲，参像这，就是咱切做正，甲贴做伙，就会变这种较大粒的电池。所以参像即摆的行动电源啊、手机啊电池，咱拢是用这种。就是因为吼，伊伫个同款的空间，伊有较大的电量安尼。效能较好。嘿。你若是甲卷起来，咱就会使变做这种圆柱形的电池。你同款甲贴做伙，甲卷起来，插咧内底，就变圆柱形的电池。卷起来。对。伊即摆电动车来讲的话，所有的电动车拢是用这种柱状型的电池。主要是为虾米呢？因为伊较袂受伤，较袂断路，较袂烧起来。表现较好。但是像咱即款手机电池呢，你会使足简单就甲弄破坏去，所以足简单就会烧起来。所以你嘛会使做一粒足大粒的这种电池，插咧电动车内底。但是伊若是伫咧比如讲车祸还是啥时阵，小去整着，伊就烧起来。所以即摆所有的电动车的电池拢也是用这种有一个迄落白铁壳的，安尼较袂受伤，较袂烧起来，安全性较悬安尼。对。所以咱电池内底所有的元件就是这款安尼。那这咧？这就是咱家己做的、家己贴起来的电池。所以你若是甲这咱家己贴起来的电池吼，来用一粒迄灯泡，你会看伊就是一粒会使互灯泡发光的电池。这就是咱家己贴的锂离子电池。对。哎呦，这个马盖先的呢。我做手把手会当，会使啊，会使。免挂手套，免去电着。袂。你无甲我骗哦？袂啦。我足惊的呢。袂。安尼哦。嘿。双手甲抓起来。嘿，甲抓就会使。真的哦。真的。会使吗？会啦。我有保险哦。哎呦。我感觉万珠王呢。我这个发电。这样你真趣味哦，囡仔版看了嘛真趣味哦。但是我头看到这两支怪手，这是啥物件？这两支怪手，阮叫手套箱，主要就是因为吼，参像咱即摆用的这电池内底有电解液，有锂金属的话，这款物件伫咧一般的环境下是无法度保存的，所以恁爱甲放在手套箱内底。手套箱内底就是拢是氩气，阮拢甲灌氩气。所以恁会使看到这，你甲咱讲吼，氩气的意思是讲，可以活性上低，上低，因为氩气是一个活性足低的气嘛，所以咱甲咱的电解液啊，是咱的锂金属放在内底的话，伊就袂甲迄落大气反应。所以拢爱手伸落，踮咧内面作业。阮爱伫内底内。所以咱咧外口看到的即个。锂电池咧做的时阵，拢爱这种环境了，对吧？无一定，主要是因为阮这是做研究，所以一般外口的工厂，工厂因咧做迄落叫做封装的时阵，因为电解液伊嘛是袂使接触到迄落大气的，所以灌电解液的时阵嘛是爱伫咧密封的环境，爱封装起来。最要紧的这会当存入去试看卖？会使啊，你会使甲手伸入去，但是爱伸较慢的。佫会打哦？无，因为伊内底压力伤悬，你伸落伊内底压力会足悬。
你直接甲手插咧就使。手插咧，嘿，手插咧。嘿，哎呦，你就歹势哦。哎呦，伊就拿一粒气球的啦。嘿，你再甲插入。袂安怎吼？袂，慢慢仔撑。慢慢升吼。啊，阮平常时啊，若是咧，组装的时阵，阮就是甲手撑在内底作业安尼。安尼，嘿，对，会使吼。对，所以阮所有的物件拢放在内底。阮若是平常时啊要作业，拢是伫咧手套箱内底哦。进行的安尼。哦，这内面鸡丝头啊，足济呢。嘿啊，后这后迄，哇，啊个液体。哦，这台湾新眼界哦，头一摆套手套来做手势，哦，安尼。啊，你若是饲狗，踮咧遮，啊，这草爱保养无？爱啊，因为阮咧放物件入去，甲出来的时阵，其实有时啊嘛是有一寡水气啊，啥物会走咧，所以一段时间了后，阮嘛是爱保养，就是爱甲再生啊，伊内底水气啊，啊，要安怎侦查？啊，要安怎侦查讲内面有水气啊有？伊遮拢会直接讲，比如讲，阮即马就是拢伫咧控制伫咧0.5个 ppm 的以下啦。你会当操作一摆作业，互咱看一下。会使啊，哈，等会使组一粒电池，互大家看安尼。好啊，来，你哪讲我哪看？啊，我遮已经拢准备好啊，这就是nghe 嘿，拄则咱伫外口讲的上盖甲下盖，这就是迄落电池在组装进前伊的所有的元件，啊，我拢已经传好伫遮，啊所以咱就是爱甲贴做伙安尼。再来就是负极，哦嘿，某的哈，嘿，某的，啊，这就是阮就是用锂金属片，参照这就是锂金属片，啊，伊若是伫咧一般咱大气下骹伊会烧起来，所以咱爱放在手套箱内底。哦，是，再来就是隔离膜，隔离膜，隔离膜。啊，这是液体是啥物？液体就是咱一般电池内底拢有的电解液，一般会先甲隔离膜浸伫咧内底，会使较紧就会使互电池开始运作。有机溶剂就是吼，足简单就会使烧起来，参像酒精啊，即款物件拢是有机溶剂，伊拢足简单会使烧起来。所以其实咱电池啊破坏的时阵吼，拢是有机溶剂烧起来，啊就会造成规粒电池烧起来安尼。所以这是关键的所在。对。所以咱唔才会去做迄个固态。嘿，对。所以咱就是搁甲隔离膜贴做喺面顶。免甲切落打。免。伊家己会挥发啊吼。伊免挥发，因为咱等下拢是会塌落去啊嘛吼。啊，过来是正极吼。正极。哦，这敢若绣花咧，爱当双手落去处理。袂使甲摸掉。袂使甲摸掉。所以咱爱尽量贴喺正中。我看这冷起来，你也创个大粒花细粒花咧。哇！会紧张啦，你伫边仔我会紧张。不要大，我嘛甲你看，老师伫边啊，你才会紧张吧？哦，再来就是垫片嘛，哈，竹片吼，竹片啊，搁贴紧。这安全袂？会啊，这当然是安全的。啊个移落去吼。嘿，再来就是搁滴一寡咱这液体就是咱讲的电解液，爱甲滴规滴啊。哦，会当开始start了对吧？上尾就是上尾一个搁甲扛起来，啊试落。爱移落去。嘿，安尼就好啊。这个是铆合器啊，咱会搁甲合起来安尼。哦，这敢若车床的咧。淡薄型，啊，就是啊个移落去吼。嘿，安尼。哦。啊，电池都算完成啊。头一摆咱这真卡怂，头一摆看到这电池安尼做起来。嘿，这就是咱组装的电池。哦，你这算起来已经做几粒去啊？唔知呢，上千粒吧。上千粒吧。你马盖尔哦，马盖先就是你啦。固态电池对你来讲，你学习这上大的心得是啥物？固态电池就是因为伊即马算市面上也无嘛，对无？所以咱咧做固态电池的时阵，你来感觉哦，咱即马做的物件算是上先进的物件安尼。所以有种公营感吼。有。感谢阿德呢。啊，袂。所以咱过来了解吼，固态电池的未来，吼，伊真正的这个商机，啊，甲真正会当突破的所在在哪里？咱继续看落去。
老师，这电池插一下就要创啊？咱头拄仔有做封架啊，对不？内底有正极、负极拢甲电解弄好啊。电池咱就甲插，这就是咧做检测，检测。咱这电池做了有电无电，有法度放电无，还是讲伊的循环好啊歹？会当研究耐用袂？对。这你看吼，你看这个就是有变蓝色，就是咧冲。charge。这个是咧放电。discharge。这做了就红色。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跑100多次、200多次没关系，你看，它是从这边开始冲绑，冲绑。咱就知影讲，这电池做了有法度耐用无，或是伊的迄个咱的给，可以的迄个放电功率有法度满足咱的迄个需求无？当然，这是细粒的啦，大粒的就是用这，铝箔包的，做较大粒，像这边就有，你看它就有会有气体跑出来，你看它这边有一点气体，因为会反应，固反应产生，所以电池的迄个研究，较复杂的，千变万化材料的迄个烧结，甲伊的迄个，有时啊加一寡碳啊，增加它导电性，然后电解液的配方怎么样在高温低温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循环，像咱来讲，一个电池像电动车嘛，伊讲我用10年，特斯拉是8年，个80%的迄个电容量，所以你要满足这个大概要1000次左右到2000次的这个循环，你也逐工拢用啦，用8年嘛，你要充800，所以这材料的迄个研究就最重要。你来讲储能讲无人讲5年嘛，储能讲。20年的嘛，你也逐工拢用，你想看觅，1年300届嘛，10年偌济，3000呢，20年偌久，哇，6000，你看这一干200年啦，你就知影讲这电池的迄个测试到后端你要能够用6000次，当出来用真麻烦，真早呀都研究都在投入。老师，咱除了加以外，还有啥物所在？咱来看一下迄个材料面做烧结、煅烧。烧这就是讲这个材料烧了的，变成它的指纹，就是我们要的。比如说它擦成材料，你就可以进去，可以出来。来看嘛，老师，这款还加金炉咧，这是啥物物件？这是煅烧炉，高温煅烧炉，烧到头1200度。这会当烧到1200度，所以咱这个看，这就是咱现在设定的温度，这红色的。现在才100度啊！100度是咧去水，咱的迄个材料咧大气操作水分嘛，咱先甲设100度开始尔。一般烧来烧到20点钟久到30点钟久。烧到1000度。会甲烧到正常跑800度。这就是有一个气氛控制，像气氛控制，这散素呢，它趴在内底，控制伊的环境，它有的是要氧要多，所以要用纯氧，有的像要保护这个碳材，你来用迄个氮气或氩气，所以看迄个材料的迄个要求，咱的气氛会使做调整，所以烧了这材料也是不是会使用，咱来去做 SRD， 看伊的指纹。对不对？我看伊材纹，材料有一指纹，它的结构对不对？我看伊生做有点到无点到。对。如果唔对，重来，重来过一届。所以这个材料的开发要花足多时间的，因为伊来满足咱所有要求。所以老师，你唔但是摕来斗啊，你安尼，你连完善的物件你都要家己做。家己做。因为这材料有的高电压，有的较高容量。就来做一些配方，无共款的要求，配方就无共款。真正美感足济。老师，佫有啥物美感？那你再看一寡咱材料分析的迄个设备。来。老师，这是冰箱哟？唔是，这是风箱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设备有法度侦测咱迄个电池内底，咱的电解液，就是液态电解液伊的稳定性好啊歹。如果稳定性不好的，变成小分子会分解掉，就变成会胀固、会破固。碰固啊！就咱他看小可碰固。碰固了就危险，都有安全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阵来加一寡迄个像保护啦、材料的保护、活性物质的保护、添加剂加在内底，有法度把这个小分子袂分解，
不会产生。那这样的话，代表咱加起去有效，有效。所以这个迎接来检测，因为这 mass 可以分析到像氢气啦、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拢我看有造出来无？有造出来，这较敏感。ppm 就是讲1/100的物件，我拢有法度。哦，1%的气体我都可以侦测到，所以较灵敏的。这内底有放一粒电池，哦，啊内底哦，伊已经封装好啊，啊我给它升温，哦，比如34度、50度，啊伊的封装好啊歹，如果要封装不好，也气体就会造出来，电解也分解，啊我的 mass 就知影讲，有物件造出来，哦，啊就会影响到它的安全，所以这个安全的检测啊这设备，弄我都来用。是，好，感谢，谢谢老师啊。你这固态电池吼，在咱台湾整个产业的位置，你感觉有啥物意义？这头一个，第二个，固态电池在整个咱们讲地球啦，人类的这产业内面，又佫是啥物意义？咱若看这个锂电池的发展吼，过去20年啦吼，大陆算讲蓬勃发展啦吼，啊，伊嘛做了袂歹吼，像这迄个电动车，吼啊，这个储能柜，伊嘛是由于今年啊吼，啊，包括太阳能板，伊拢是3项吼，主要外销吼，啊，并且是倾销吼，所以我看从这个技术的这个层次来看，全固态很重要吼，因为解决2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这个液态锂电池的迄个安全性无够，哦，还佫来改善。所以全固态这部分我都该解决吼，解决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吼。你也开一台车，哦，哪一天会迄个短路啊修改，哦，迄就无放心的啦吼。所以全固态可以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吼。啊，另外全固态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你迄个能量密度可以增加，哦，增加以耗能增加。咱起码电动车从高雄。从台北到高雄，哦，充一届，对，只要充一届个等啊。咱若讲能量密度2倍，有法度提升，咱来回拢没问题。啊，佫会当红哇！哎呀，所以啊，另外谈比较，咱来讲迄个全球啦，吼，咱其实这个咱要弯道超车啦，吼，咱大陆咱即摆液态无法度甲伊做竞争，吼，伊成本有法度讲一度电价然后50块美金嘛，吼。做甲这较好的吼，啊，咱台湾若要做这个电池吼，尤其锂电池这较重要，所以咱若做全固态，我们有机会弯道超车。哦，因为什么呢？其实咱有一个类似这个 TSMC 嘛，吼，这个做半导体的，你看，我都一直独秀。咱台湾这方面，如果因为我们在这个人才培育、人才技术跟半导体的技术，这个可以支援我们这个电池的全固态的一个研究，哦，我们就有机会胜出啦，哈。啊，因为全世界在做全固态电池的这个国家足多，哦，包括咱起码咱个亚洲的这个日本啊、韩国啊，哦，卖讲大陆啦，哈，大陆更是全国之力在做，希望维持这个领先的优势。啊，美国、澳洲也是拢同款，吼。国家的力量在支持这个研究跟发展，哦，所以我想，这个电动车的趋势是大概已经起来，已经在快速的成长，哦。老师，你认为2030吼4000个 gigawatts， 啊，咱台湾哦，咱起码台数它2.1嘛，然后能源它有，加起来嘛无10嘛，那讲10%，2030 10%，4000 gigawatt 10%偌济？400。要等咱这个市场，哦，所以咱机会咧遐，机会真多咧咯。真多，所以我来讲是讲，这咱来一起努力啦，哈，包括民间企业、政府、研发单位，哈，大家一起来，那个是看得到的商机跟机会。那台湾能够弯道超车，然后有一个机会胜出，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特别提出来，哈，让观众知影，因为。这全固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哦，那这个可以解决咱刚刚讲的一个安全啦，吼，啊，你也讲最近吼，咱这个火烧车、电巴会烧起来，储能柜会烧起来，咱若拢莫用迄个液态锂电池，咱用固态，这问题拢真少，哦，所以这要使用者安心，
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技术。老师，你到目前为止吼，咱的固态电池要突破的所在，就是讲要可以会当效能更加提升吼。效能即其中一部分哦啊，因为它本质就是无迄个液态迄个电解液嘛吼，所以基本上就袂烧啦吼。那它的缺点，刚才朱启麟有讲，就是伊迄个一寡性能，咱来甲液态共款，所以要有很多的技术的突破跟研究，来满足这个跟液态一样的性能，然后呢，计小共款哦。老师，要找到迄个提升的迄个提升的这个方法是材料吗？材料加一个元件制备，还有呢突破性的一个技术要出来，所以个最后一点啦吼，最后一点，因为咱这个全固态锂电池的环境，伊个不管材料制备，加迄个组装，伊要求较严，要严，吼，因为你金属嘛，拢在内底做。拢在内底做，无法度咧一般的什么液态环境做，所以自然生产成本较悬。但是呢，如果这量多，然后呢，迄个技术可以突破，机会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因为起码就好像半导体一样哈，它的对，当年嘛看了无看好啊，对啊，起码独步全球，咱看伊瀑布啊，对不对？所以我讲这其实什么东西都是要投入哦，投入以后你的技术就会出来。怎么样，老师？若是亲像日本因咧做这氢能的，你的评估是安怎？我想迄个燃料电池啦，哈，当然是氢能，这个也很重要哈。但是伊的迄个成熟度，哦，我讲的就是讲像这个触媒啦，越来用的触媒。白金啊这些贵金属。迄足贵的咧。对。另外就是氢气的储存。伊有一个设备，这设备较贵的，还有一个交换膜，这拢来活化，嘛是成本嘛真高，我们也可以知道伊的性能更加好，伊有法度它行更加远的车，可以走得不错，但是迄个性价比袂啦，过来研究，这成熟度。所以安尼听起来呢，全固态电池其实是值得咱。政府、民间大家当关于对，因为我刚才有报告过，讲这个商机是还在并且大家如果投入，就把液态的锂电池做得更好，把它取代掉，这个使用价加这个规模会更大尤其我想到是讲，一寡生活当中咱个人的用品啊。清茶的所在会当用的，这种有可能当用。因为这个全固态是有弹性的，是可以软件的使用，对，所以这个应用的层面更加大。大家指日可待。将来呢，随着这个 AI 或者是这个 AI 电脑的发展，这个电池的功率会下降的，这个能量密度要求。咱那个有电珠爪，当凹。对。所以这个会另外一个底层的那个往上提升 upgrade， 一定是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研究。所以你看那个在全世界的发表跟专利都往这方面来走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所以咱国家还是咱大学、咱这个民间，大家共同来努力啦往这方面来发展，绝对是正确方向。老师，你一世人，你才有做有40档，应该是超过30年了。超过30年。刚是一开始就做电池。我是电化学啦，电化学因为这个管理赶快嘛，自然就行了这条路，往新的方向或突破性的方向走。所以你认为，如果少年人，伊要来行这条路，你认为爱具备什么头脑，还是讲什么意识来行这条路？我看你安尼朴素性工程啦，工程类迄个 background 就会使，比如说咱材料、物理、化学、化工，这拢是其他，拢是其他，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未来啦，我咧看啦就是讲半导体跟电池应该是双星的电。造双星因为这个都需求量会很大并且也是袂使缺席的就因为缺了这个哪一个都不行以后我们就自驾嘛，自驾要有 sensor 就是半导体，你要有能源就是电池，
无人机啊、电船啊、电无人机，拢可能有一天都是电动化。哇，真正今仔日哦，真欢喜，会当哦开眼界。无啦，都有影简单的介绍，台观众知影。台湾会当吼行啥物路？一个产业除了咱有 TSMC 台积电以外，咱还佫会当来做啥物代志？全国台电池，可能是台湾以后会当佫行。一个好的机会跟路啦，真好地步啦。哇，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今仔日互你开了新眼界，看全国台电池，感谢杨老师。谢谢，感谢王主持人。